如果 SpaceX 最終上市，真正影響可能唔止係 SpaceX 本身。大家好，歡迎返嚟。如果有一日 SpaceX 最終真係上市，我相信市場第一時間討論嘅肯定係幾件事：第一，估值有幾高；第二，認購有幾熱；第三，首日升幅會唔會好誇張；第四，佢會唔會成為下一隻超級科技股？呢啲問題重唔重要？當然重要，但係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呢啲未必係最值得研究嘅部分。因為真正關鍵嘅變量可能唔係 SpaceX 呢間公司本身，而係當 SpaceX 進入指數之後，成個被動資金體系會點樣重新分配倉位。講白啲， SpaceX IPO 如果真係發生，佢唔只係一間明星公司上市，亦唔只係一級市場，將個稀缺資產放到二級市場，佢更加可能會變成一次由指數規則、ETF 資金、低流通盤結構同大型科技股再平衡，共同引發嘅市場事件。所以喺呢個框架入面，問題就唔再係市場會唔會買 SpaceX， 而係另一個更加具體嘅問題。如果 SpaceX 被納入納斯達克100，邊啲資金係必須要買？呢啲買盤由邊度嚟？為咗騰出倉位，邊啲現有成分股會被賣出，同埋呢啲交易會喺邊個時間集中發生？呢個先係成件事真正值得拆解嘅地方。我哋先講第一個重點。納斯達克新推出嘅 Fast Entry 機制改變咗超大型 IPO 同納斯達克100之間嘅關係。以前一間大型公司上市之後要進入主要指數，通常可能要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但係新規則之下，符合條件嘅新股上市之後唔需要等太耐，就有機會快速進入指數。簡單講，評估時間點係上市後第7個交易日。如果公司規模可以進入納斯達克100前40名，就有機會喺第15個交易日正式被納入。大家留意呢度好關鍵，由上市到有機會進入指數，中間可能只係10幾個交易日。對普通公司嚟講，呢個可能只係一個規則變化。但對 SpaceX 呢種潛在市值可能去到萬億美元級別嘅公司嚟講，規則本身就會變成交易嘅一部分。一旦 SpaceX 上市，市場由第一日開始交易嘅唔只係公司基本面，唔只係航天、衛星、互聯網、國防科技呢啲長期故事，市場同時交易緊嘅係一個圍繞指數納入展開嘅倒數。上市第一日，市場會睇佢嘅交易價格、總市值、自由流通盤同成交深度。去到第7個交易日，佢係咪具備納入條件？其實大概已經可以判斷。之後如果指數方確認佢符合 Fast Entry 標準，市場就會開始圍繞第15個交易日嘅被動資金調倉，提前定價。換句話講，由上市到潛在納入指數，中間只有一個好短嘅窗口，而呢個窗口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短到令被動資金好難慢慢配置，但又長到足夠令主動資金、套利資金、事件驅動資金提前入場佈局。規則係公開嘅，時間係公開嘅，條件亦相對可以推演，所以呢單交易本身就會變得好結構化。呢度大家要記住一件事，最早反應嘅往往唔係被動基金，真正最早喐手嘅通常係嗰啲可以提前推演指數納入概率嘅資金，佢哋會喺正式納入之前先買入相關敞口，然後等後面嘅被動資金變成一個比較確定性嘅接盤力量。而被動資金雖然體量好大，但佢哋反而係最後執行嗰一方。呢個就係指數交易入面非常重要，但又好容易被忽略嘅地方。ETF 唔係因為睇好一間公司所以先買入佢， ETF 係因為規則要求佢買，所以佢要買。呢句說話好重要。以 QQQ 呢類追蹤納斯達克100嘅產品嚟講，佢嘅核心任務唔係判斷 SpaceX 貴唔貴，亦唔係判斷 SpaceX 嘅商業模式值唔值得長期持有。佢真正嘅目標係盡可能精準咁追蹤指數。一旦 SpaceX 被納入納斯達克100，相關被動資金就必須將 SpaceX 納入組合。如果唔買，基金同指數之間就會出現跟蹤誤差。對主動基金嚟講，買唔買 SpaceX 係一個判斷問題，但對被動基金嚟講，買唔買 SpaceX 係一個執行問題。呢兩樣嘢完全唔同。主動資金可以提前入場，亦可以選擇唔參與。套利資金可以圍繞納入概率同流動性缺口去建立倉位，但被動產品冇太多自由裁量空間，佢哋最後一定要按照指數權重去調整組合。而為咗盡量降低跟蹤誤差，實際調倉好多時會集中喺指數生效前後嘅收盤階段，尤其係 MOC 即係收盤集合競價，咁會帶嚟一個結果，大量資金需求會被壓縮到一個非常短嘅執行窗口入面。佢未必係成日平均咁賣，反而有可能係最後一日甚至最後幾分鐘集中釋放。對市場嚟講，呢個唔係普通買賣，呢個係一次由指數規則驅動嘅流動性衝擊。如果 SpaceX 嘅自由流通盤足夠大，
呢種衝擊可能仲比較容易消化。但問題係 SpaceX 上市初期好可能唔係一隻高流通盤股票。假設 SpaceX 上市時總估值去到1.75萬億到2萬億美元，但 IPO 初始自由流通比例可能只有大約5%，咁市場上真正可以交易嘅股份對應市值可能只有900億到1000億美元左右。大家諗一諗，對一間萬億美元級別嘅公司嚟講，真正可流通嘅規模只有呢個水平，其實唔算高。正常情況下，低自由流通比例會限制一間公司喺指數入面嘅實際權重，因為指數編制通常會考慮可交易市值，而唔係簡單用總市值去分配權重。但係今次納斯達克新規入面有一個非常關鍵嘅變化，如果一隻股票自由流通比例低於20%，佢嘅權重計算唔再完全按照真實自由流通市值，而係會用實際流通市值嘅3倍，同時以總市值作為上限。呢個會產生一個好重要嘅放大效應。例如 SpaceX 真實自由流通市值係900億美元，喺3倍機制之下，指數計算入面使用嘅規模可能接近2700億美元，即係話佢喺指數入面嘅權重需求會明顯高過真實可交易籌碼所對應嘅自然權重。呢個位大家一定要聽清楚。SpaceX 嘅交易結構可能會變得好特別，真實流通盤有限，但被動資金需求卻因為指數規則被放大。咁風險喺邊？風險唔係市場冇人買，風險係必須買嘅人太多，但可以交易嘅籌碼太少。越係低流通盤，越容易喺確定性買盤出現嘅時候形成價格擠壓。對提前佈局嘅人嚟講，呢個可能係機會，但對最後執行嘅被動資金嚟講，呢個可能代表更高嘅衝擊成本。如果 SpaceX 最後進入納斯達克100之後，權重大約落喺1.3%到1.5%，表面睇好似唔算好誇張，但大家要知道喺納斯達克100呢種指數體系入面，1%以上嘅權重其實已經係一個相當可觀嘅位置，尤其係考慮到 QQQ 同其他追蹤納指100嘅被動產品規模非常龐大。1%以上嘅權重調整，對應嘅資金量絕對唔細，但更加重要嘅係呢筆錢唔會憑空出現。指數唔係一個可以無限擴容嘅籃子，一隻新成分股被加入，而且獲得比較高嘅權重，就代表現有成分股嘅權重一定要被相應壓縮。被動基金要買 SpaceX 就必須賣出現有持倉，所以真正嘅交易問題呢一刻先開始出現。邊個會成為資金來源？喺實際執行入面，最容易被賣出嘅往往唔係基本面最差嘅公司，反而係權重最高、流動性最好、交易成本最低嘅股票。換句話講，現時納斯達克100入面嗰啲最核心嘅大型科技股，反而最有可能成為被動減倉嘅對象，例如 Nvidia、Microsoft、Apple、Amazon、Meta、Alphabet、Tesla 呢類公司。佢哋未必係因為業務變差而被賣，亦未必係因為市場突然睇淡 AI 或者大型科技板塊，佢哋可能只係因為夠大、夠深、夠容易成交，所以喺指數再平衡入面承擔咗騰倉位嘅角色。呢個就係被動資金體系入面最反直覺嘅地方。一個資產越核心、越優質、越有流動性，就越有可能喺大型調倉事件入面被攞嚟提供流動性。佢哋被賣唔一定因為佢哋變差，而係因為成個指數需要為新資產騰出空間。所以 SpaceX IPO 對二級市場嘅影響唔可以淨係由 SpaceX 一隻股票去理解，更加完整嘅結構應該係咁。SpaceX 上市之後，如果市值達到 Fast Entry 要求，市場會提前預期佢進入納斯達克100。事件驅動資金會提前買入 SpaceX 相關敞口，隨住納入日臨近，被動資金必須買入。為咗完成呢筆買入，被動基金需要賣出現有成分股，於是大型科技股可能喺某一個特定窗口期入面承受被動賣壓。呢個唔係單一資產嘅上升邏輯，而係一場指數內部嘅倉位轉移。SpaceX 係新增資產，大型科技股係資金來源。套利資金係提前交易規則嗰班人， ETF 就係最後必須執行規則嗰班人。普通投資者如果只係見到 SpaceX 可能進入 QQQ， 所以 SpaceX 會被買入，其實只係睇到第一層。更值得研究嘅係第二層，為咗完成呢次納入，成個指數需要賣出啲咩？呢個先係核心。呢件事亦解釋咗點解部分交易平台會提前佈局 SpaceX 相關資產入口，傳統市場可能仲喺度等正式 IPO， 等招股文件，等指數確認。但對另一部分市場參與者嚟講，可交易預期本身已經有價值，例如 Bitget Wallet 早啲提供 SpaceX 相關資產入口，本質上反映嘅係市場對未上市資產敞口、影射資產同流動性通道嘅提前需求。
當然呢度要講清楚，呢類交易唔等於直接持有 SpaceX 正股，呢點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但係佢說明咗一件事，市場需求唔會等到所有正式流程完成之後先開始出現，真正嘅預期交易往往喺規則落地之前就已經開始發生。如果未來 SpaceX IPO 真係觸發 Fast Entry 機制，咁窗口期入面值得留意嘅，可能唔只係 SpaceX 相關敞口本身，仲包括一籃子可能受到被動減倉影響嘅大型科技股。對短線同事件驅動交易者嚟講，呢個可能形成一個圍繞指數再平衡展開嘅結構性交易場景。但係呢度一定要提醒大家，呢類交易唔係簡單一句買 SpaceX 沽科技股，冇咁簡單。實際結果會受到好多因素影響，例如 IPO 定價、上市後市值、自由流通比例、納斯達克最後點樣計算權重、被動基金實際執行方式、市場提前交易到咩程度，仲有整體流動性環境。如果太早下結論，好容易將一個複雜嘅結構性事件簡化成單向押注，而咁樣其實係好危險。真正值得做嘅唔係而家就俾一個確定答案，而係建立一個觀察框架。第一， SpaceX 上市之後總市值能唔能夠穩定進入納斯達克100前40？第二，佢初始自由流通比例究竟有幾低？第三，三倍流通市值機制會將佢嘅指數計算權重推到咩水平？第四， QQQ 同相關被動產品需要配置大約幾多資金？第五，為咗騰出呢部分資金，現有頭部成分股需要被動減倉幾多？第六，呢啲減倉壓力會唔會喺正式納入之前已經被市場提前反映？呢幾個問題先係 SpaceX IPO 真正值得研究嘅核心。從表面睇，所有人都會討論 SpaceX 會唔會成為二級市場最受追捧嘅新資產，但係從交易結構睇，更重要嘅可能係 SpaceX 嘅加入會令納斯達克100內部發生一場點樣嘅再分配。佢唔只係新增咗一個買入對象，同時亦創造咗一組潛在嘅賣出對象。市場好多時只係關注新增資金流向邊度，但就忽略咗存量倉位係從邊度被攞走。可係喺指數體系入面，買入同賣出從來都係一體兩面。買入 SpaceX 嘅另一面就係賣出現有成分股，新增權重嘅另一面就係舊權重被壓縮。所以如果 SpaceX IPO 真係發生，最值得關注嘅問題可能唔係 SpaceX 會唔會升，而係 SpaceX 會迫使邊啲股票被賣出。呢個先係成場交易入面更加隱蔽，亦更加有研究價值嘅部分。好，今日呢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個角度有啟發，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同埋訂閱頻道，亦都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覺得如果 SpaceX 真係上市，最大受益者會係邊個？最大被動賣壓又會落喺邊啲科技股身上？我哋下集再見。